Hello，哎呦 Hello，啊，今仔早开信是要创啥啦？好，我小哒哒啦。小哒哒，你小哒哒，什么哒？古早时阵呢，查某囡仔拢爱安尼。哦，避暑哦。避暑啊，这样子小哒哒有点神秘、神秘的感觉。神秘的感觉。嘿啊，通常查某人啊看到就会安怎叫这款的女人。叫这款的哦。哇，这叫假咬。嘿啊，假咬啦，嘿。真的，你确定不是美玲？哦，美玲啊，对。所以咱今仔日要创啥？要去看美玲哦。要去一个所在呢，啊，歹的拢会变成水。歹的拢变水的。嘿，变美玲。变美玲哦。哎，安尼我想要去呢。你想要去吗？因为你爱保养嘛。爱是不？啊，来哦，咱今仔日要去倒位呢？要去倒位？歹的变水的。去打溪泡美玲汤。哦，打溪温泉叫美玲汤。迄边的温泉吼，泉质真好，水质真好。啊，泡汤了后的，拢会白泡泡油咪咪变美玲。哎呦，安尼水哦！啊，我招两个朋友足爱水的。啊，伊本身有水吗？本身。袂歹啦，嘿啦，袂歹啦，嘿啦，会使有进步的空间啦。加油啊！友林啊，林川老师来去啊！有水无？有水啦！嘿啦，有水啦！我嘛是美玲，水啦，两个拢美玲啦，美玲，哎呦喂啊，哎呦喂啊！老师，你嘛有是无？你嘛两个，这两个有水啦！你看，你就甲口讲水，你看，即摆演袂完啊！哎呦，你这你袂晓就是水上熬啦。老师就搞保养啊！你平常时有泡美玲汤吗？当然爱啊，咱爱白泡泡幼咪咪，拢袂使偷懒哦。是哦，对，袂使懒死的。啊，秀儿阿姨一定嘛有泡美玲汤啊。对啊，为什么是阿姨？我是美玲啊，秀儿美玲，我买泡的美玲汤。哎呀，爱浸较久拢撩去，唔好浸真久啦。生气啦，无啦，无这个代志，无这个代志。打妹哦。打妹，今仔日是要去打溪，去大家拢爱变水。好，嘿，啊，我的导览先生呢，嘛是一个美人，啊，嘛是一个才女，足有才情的。嘿，才女哦，伊是伊对打溪有足深的感情，啊，伊大汉了后呢，转去故乡甲阿嬷的老厝变做故事馆、音乐馆，啊，伊家己呢。唔那是就搞写册，啊，搁写了超过1000条歌，写1000条，嘿，创作才女哦，伊用音乐用伊的歌来记录农村的故事。咱来欢迎我的导览先生，打开创作的仙女黄宣仪。哎呦，仙女大德，神女的啊，我是来自咱大溪神女啦，啊，我是爱听故事、写作歌。伊就爱唱歌，咱的口号嘛爱用唱的哦。我要互你听，听阮的歌声，有温暖的感觉。请你躺赤脚，散步汤啊声。温泉是满天下，来打溪汤啊声，听咱的歌声。哇！欢迎，谢谢。因为比讲的较好听。哎呦，今仔日咱要讲故事。哦，要讲什么故事？我唔知伊爱讲的。哎呀，来听起来哟。我
好啊，我准备好啊。准备好啊！你有啥物问题想要问伊？哦，我想要知影打开，除了米莲汤之外，佫会使做啥物咧？佫会使摕来食。啊，食来食。因为咱温泉佫出水产啊，还佫咱的水果啊，还佫其实咱打开吼，上主要毋是服务业，嘛毋是商业，其实咱是嘛是农业，是咱的经济为主。真是的哦。是的。啊，你有啥物问题想要问伊？咱咧免怪伊啊啦。你咧讲啥？咁我即摆嘛是先女安尼，我想要知影讲为虾米伊会想到讲会使用创作来讲家己的故事。所以都要讲到阮阿公甲阮阿嬷，阮阿公是小波歌的歌王，啊，阮阿嬷是满地歌的歌后啦。哦，真爱唱歌。小波歌。哦，小波哦。迄边看去，迄边轮啊，你知咧？看到姑娘啊，红水豚啊，想要暗时去因兜困啊，行我转来顺咯。对。小波歌哦，木管只咬着。阿公就真爱唱歌，阿嬷就安尼叫拍着。原来如此。伊拄仔讲吼，伊甲阿嬷的老厝变做故事馆、音乐馆，还有教育馆。哇，嘿，还佫会使看日头落山、天光的所在。嘿，啊是想要安尼用，就是感觉讲这旧厝足水的。啊，30年拢无人住，我就甲阿嬷讲，阿嬷你知影我真爱唱歌对无？嘿啊，伊就泡茶安尼懵音啦。啊，伊就讲吼，无，我就甲讲无安尼啦，啊。遐拢无人住，啊有人才有行去，厝尾顶才袂放去。阿嬷就讲，我不都在你算。系啊，结果阿嬷上支持的。啊，第二个我问阮爸爸，阮爸爸竟然讲，你拢做人无爱做的。其实我听着我真袂爽。是啊，甲你唱衰。因为伊就讲，其实伊拢感觉我拢在瞎忙，拢无用其他的代志。其实我感觉伊拢足有价值的，所以我就随应阮爸一句话，啥物做人无爱做。是人想要做，唔知影要安怎做。阮爸随点的，我唔知我那突然间就有地位的。不过旧厝、老厝下久30年无人住，恐怖呢。其实讲无别个，你是讲贵哦？水姑娘啊，底。我唔惊啦，但是阮阿嬷还佫伫哩啦，今年96岁啦。嘿啦，其实嘛真侪故事去内底嘛袂，其实嘛30几年无人住尔。啊，虽然讲其实咱少年人剩一寡戆大尔，啊就看讲咱就嘛真生气啊。其实阮以前嘛拢做志工服务开始，所以甲整理好生气啊找20几个朋友啊，后来就变60几个朋友斗阵安尼，耍老歌啊，佫耍音乐。啊，附近的社区种田的啊，拢社区妈妈、阿金啊、阿姨啊，拢来讲，啊，你尽量甲耍。我感觉吼，阮兜吼种的菜哦，听恁兜的音乐吼，生个足水的。哇，讲个菜，讲直接送来咱的后殿卡。我拄仔听到淡薄仔内底有啥物故事咧内底？你讲有60几个人伫遐耍，哦，恁豪宅吼。啊，无，偌大是200平还是300平哦？因为伊是100年的。应该叫旧庄仔头啊，已经超过100年嘛，超过200年啊。啊，所以其实差不多伊是姓油啊底一个庄仔头，所以是一个真大的农村，所以我去内底办真侪活动，会使大家人来旅游哦。还有一寡关卡。不是讲有一间厝尔。不只有一间厝。每条重调啦，所以才有咱拄仔搭配讲的，有迄个故事馆啦，因为都无用啊嘛。后壁陪测机就是咱甲迄册来行好大，迄个陪测机足大台，依然都9雨，啊200几工拢在落雨，所以咧因都决定规庄仔头要来买一个大的陪测机，啊，放去后壁，所以变做后壁已经迄个陪测机拢刷出去啊。我就讲无安尼啦，安尼这无人使用，我就摕来慢慢来用啦吼。啊，我就变音乐馆，所以内底会使唱歌、听音乐，啊，坐着，啊，佫会使看册安尼。哦，真好的一个所在，文化馆的感觉。嘿啊，伊讲我心拢对陪去打卡。欢迎，会使投票啊啦。会使投票啊！你要投啥？所在旧厝，大家拢是摕来趁钱，对，摕来把它刷做跟 hotel 啊，你那个餐厅啊，对不？啊，恁做这，
啊，都无会趁钱啊，是无？哎，囡仔咧袂使啦。有啦，伊讲伊改变做，伊有甲伊讲，你无影响咧。无，伊讲伊甲改变做国恁这查某术馆嘛。囝咧袂使。伊国术馆有咧帮人用手啊，用骹啊，国术馆嘛，对吧？故事，讲故事的啦，阿嬷故事啊，有支持啦。讲故事的我是讲用做国术馆不是推拿整副啦，就到位吼。林川老师，哎呦，这真侪故事嘛！你教好啦，伊教的啦。哎呦，啊，分享是一种幸福啦。对，啊，无叫神女来分享伊的幸福。哎呦，咱的神女哦。好，谢谢，感恩感恩。大家好，我是大 K， 生理爱听故事、写作歌，所以来大 K 不止咱来泡温泉，各位在创啥？听歌啊，为倒位开始听？为咱这大 K 车头一路来都会看到一间宫庙，是哪一间咧？咱来看卖。好，咱这间哦叫做德阳宫啊，其实伊本地家己就有名叫做太子爷庙，所以内底咧拜相太子爷，对，这是咱这个大 K 旧街仔内底上出名一个太子爷庙，啊嘛是拢超过100年啊，所以本来是真细间，愈起啊就愈大间，啊所以嘛知影讲咱遮真侪温泉，后壁讲起一间更较悬一个这个饭店，啊所以来这个咱这个。车头一落来，你就会看到这个咱这个太子爷庙，甲你欢迎。啊，然后咧结束了后咧，咱伫条旧街仔的尾，一个头是太子爷庙，一个尾是咱的帝君庙，就是这个。啊，这间嘛拢真大间，真大间，啊，就是拜咱的关圣帝君，啊嘛真灵社，有真侪故事通听。啊。主要是要甲大家人介绍这2间庙，其实伊有真有名的香客大楼，互咱这个香客来挂香来大的时阵呢，还佫温泉通泡哦，吼，烧啊佫大碗呢，所以咱旧街仔是愈来愈有名，啊愈来有早市通耍，还佫夜市通踅，啊，就是因为吼，咱还佫一间真有名的下酒菜，叫做。八宝蛋粉，对，啊，这是伫咧庙边啊，对无？嘿，对，啊，你有食过呢？伊尾后佫开一间愈大间的，是毋是？嘿，旗舰店，旗舰店，嘿，有够大间。我介意食这啊，系啊，啊内底小菜足济啊，你等下就唔爱食，因为你来安尼咧，你都有咱咪真正要互恁食，对，咱都请咱搭配，互人食看卖，咱这个八宝蛋粉，水有通食。还水有通食，啊，佫烧烧啊，佫芳，啊，恁爱记你看这个肉，爱食无遐尔啊简单。恁家食无看这呢？你今麦要创啥？是食面你妈安尼啦，你今麦要，哈，你今麦要创啥？你要创啥？我足惊吓的呢。咱就要你食看卖，啊，摸看卖，用喙齿摸看卖啦。哎啦，啊，食看卖，恁今日有食到啥物好料的？啊，恁都爱舀看卖，啊，若舀到吼，唔知会使规碗芳无？安尼哦。哎呀，啊，准备好啊，感谢咱俩对大配。来哦。去倒位，伊倒位，啊袂啦，小等者，伊即摆得好子呀。倒位，老师，我伫遮，我伫遮，吼，慢慢咱来，天气有芳无？有芳无？真芳哦！啊，其实我要介绍这间嘛，是阮透早吼5点嘛，常厝外去做代志的人，拢会去遮米大食面哦。所以吼，真正哦，就有心的透早5点吼，会使食到暗时啊8点。哦，系啦，食看卖。甲阮的目睭吼，安尼夹起来，啊，食这个八宝蛋粉，啊是要创啥哈？啊，食看卖啦，又看卖，你有食到倒位八宝？哦，有八宝哦，嘿，八宝是，唔是八宝糜哦，啊是咱八宝蛋粉，啊内底拢是咱这个在地手工做的，咱头家娘足有心的哦。我头一摆在电视头前。用卡门你，卡门啊食物件啦。我即摆爱去找我的嘴。找你的嘴，你连嘴都冇。啊，我学无，我那。你哪学无啦？一对，我唔知你甲我学者，我唔知一对。马鸡有，阿公来啊，有吧？香菇对，香菇来一个6种。
食较紧。金针，花莲来。这个黑米，黑，有虾啊，哦，来啊！啊，过来4种啊，过来5种。无，搁4种。糖粉刚送一种，糖粉无算，无算哦。嘿，敢无食到一罐，敢若香菇迄种。系啊，就拄啊讲过啊，你是咧鱼较有早得来啊。我讲过有芹菜啊，有芹菜，但是迄无算八宝。无算哦。花枝有海底嘛有。其实咱大家有嘛。白米，对。鱼来高丽菜，敢有在准算诶。好啦，我甲恁讲啦，好啦，真有够啦，好啊啦。蚵仔嘛有蚵仔有因拢有馅，迄个汤头内底有拢有馅，好蚵仔，迄是因的秘诀嘿。几行啊呐？几行哦，其实拢用甲差不多啊啦，毛一寡破巴啥。安尼阮拢有食到吧？有啦，恭喜啦。有费种。嘿，你看者用看者。我第一摆伫豆咱曾经食物件食到遮痛苦呢。是什么意思呢？食到足刺激的啦，我刺激。哦，足久无食呢。其实我今仔日就是为咱这宜兰买过来的时阵，我嘛有调讲过每一届。啊，咱这北部吼是倒位北部，因为开少济档啊，所以我惊讲哦，因佫有做一寡改良。因就讲，哎哟，都陆海空拢有啦，山区就对啊。嘿啦，就是来讲咱。其实咱这个季节啊，咱春夏秋冬当时有生产什么水果啊，是讲咱这个动物啦，伊拢会摕来做指甲，迄才是上青的，所以伊要甲上青的献互咱大家。对啊。因我拢唔愿坑来，你看。你是做指甲，啊，都好食，你就甲食我我。在看电视有无？看电视，我唔只在看电视。你食你肉干，你肉规家咧。哦，你做指定。回去鸡嘛最好食。真正好食，是讲吼有淡薄冷气有影。淡薄冷气，啊，你就是你这个。开较紧的啦。滚了无讲介绍。啊，但是我要甲大家人讲哦，恁就尽量食，啊，豆听吼。啊，咱这食完了，都要带咱去咱这个农村。打溪其实有足侪农村，啊，这个农村叫做番挂田，唔知恁有定有听过真侪地名有叫做番挂的无？番什么啊，番挂什么？无呢。意思就是阮打溪遐吼，有人甲原住民做一寡义务的交迄挂会所在。啊，是安怎要加一个田，就是遐大家人拢在唔惊水的，就是咱这个水田。嘿，就是番挂田。啊，后一张吼，就是讲吼，要互大家人知影讲是安那番挂田。啊，以前桥墩内底拢有啥名？啊，就是原住民甲咱这平地仔来挂会的时阵吼，才有真侪迄个经济行为，连这个乌沙来宜兰开垦的时阵，伊嘛看到这个番挂田哦。挂迄个字是啥物意思？迄挂就是割稻子的割，啊，伊在钩字，嘿，啊，你挂包的挂嘛是这个挂，系啊，所以咱这番挂田这旧的桥墩，阮嘛拢有留落来。其实挂嘛不止这个挂会嘛有挂会所在，因为较早拢绑起来啊，挂会甲挂起来。你讲到重点，迄就是收挂的意思。啊，若看到农村哦，拢会看到真奇怪的草厝，有人知影这是啥吗？用草做的厝，这是敢是用草做的厝？不是，这敢会使大？不是控寒期用的。会使吗？3只小猪。3只小猪。原来3只小猪伊做的厝是18个，唔是空心的内底。其实这个是啥？你知道？草布。草布。草布。一步啊！一般咱咧讲一步是拢咧讲，系啊，我讲会一步。拜托，阮这就大步哦。因为阮这是阮想迄个步。就是这个伊迄个步哦，敢若。就是伊是讲这大的，伊是调讲讲这个中府内底有一个中柱，啊伊这个中柱吼来做圆框啊，啊咱是不是柱啊拢甲挂好了啊？啊毋是拢会倒去边啊，啊拍算想要家好管理，都要甲整理起来，所以就会先长草，长草了后就开始安那，开始要洗一空，洗一空愈洗愈济，这就叫做贴草布。贴草布。贴草布是做啥物？先做哦，伊就是要来香火啊，还有大灶啊。我都有讲抗寒期的时阵会用啊。会使用。抗用。啊，搁啥菜果？啊，迄当阵无啥物布棚，嘛无塑胶棉，所以你拢用这来，啊，搁砍遐。哦。菜，你对人讲菜
脯、菜果。菜脯、菜脯那种啊。菜果就是咱种菜的时阵，毋是拢爱甲土用起来。对。哦，唔捌，阮真正唔捌种过菜，唔知为什么爱甲用起来？因为水才袂积去顶悬啊。伊水爱互伊离水，排水，有。嘿啊，所以你骹袂使打击咱的菜果顶悬，因为菜果松松，所以菜种落了后，咱的根哦会使喘开。嘿，会记你来农村种菜。菜果，啊，若看到这，就开始会使看到阮兜古厝。哇！这阮阿妈啦。阿妈你好，我就才甲印的啫。迄伊今年拄好96岁，哇！啊，阮阿公99岁，哇，就长岁寿的安尼。听我食百里吼。啊，其实这阮妈妈，所以30年了，我就生安尼。恁兜的人生了有成，有成哦！啊，60年了，我就生安尼。哇，工面啊！我讲阮阿妈拢足成嘛，拢爱笑安尼。啊，其实另外一张要甲大家人介绍的，就是讲吼，其实来咱旧厝哦，阮哦都是挑工甲这旧厝用整理起来。啊，恁的阮朋友partner啊，专长是啥哦？啊，会晓画图的，互伊去画图啦；啊，会晓设计，互伊去设计啦；啊，会晓整理做家己的指甲哦，拢互伊去处理。啊，大家人吼都合作起来吼，要家己想要办活动就家己办。啊，然后阮都要甲大家人介绍讲，会使来阮遮看到旅游，会使看到以前日本时代做的啥？这是日本时代做的哦。开关电火迄个。电火开关要安怎开？这顶悬下骹啦，啊，这是安怎？北开啊，正边倒边啦，嘿啦。啊，我都调工。我有看过呢，因为现场我可能甲老，我有看过足济。是的哦，我有看过哦。而且伊这拢是用灰仔做的哦。嘿啊，以前的人我都调工用迄个明信片甲翕起来，啊翕起来了，我就摕去市大遐卖，啊卖有人足爱坐，伊就讲恁遐还有坐，因为阮旧厝遐有，我就调工甲留落来哦。啊伊就讲哦，这以前哦足惊的，因为我讲你这惊啥？电着啊。啊，都落雨都会漏电嘛，真是嘞，真是嘞，转去旧厝上惊就电着。无惊，啊，即嘛拢无斗电线啦，啊，就调工即嘛因为开始改良啊嘛，所以咱这现代插座，我就调工放去遮，互大家人知影讲，其实咱历史啊，啊，个文化甲美感啊，拢有一寡差别，啊，互人去珍惜咱即嘛每一个时间一分一秒。导览时阵，我就讲你看。这插座啊，为古早甲今嘛，拢有变化对无？刚好我无变，款啊水，拢同款少年，才有变，我无变。我是了有大好诶，这是如你上面就安尼，对，说出来啊，你就爱我说，讲同款。哎，有，所以咧，你若是细，像咱旧家啊，坐来咱农村吼，啊，若不到要咱社区妈妈，就真正要来甲咱指甲，家己种的摕来指甲，家己种的乌珠米，抑个有咧，咱宜兰有一个名产叫做阿香，啊，其实咱有一个小食叫做豆干肠。豆干肠哦，这个是新的啊哦。唔是新的，其实伊叫做遗传新。但是你竟然嘿，伊叫做遗传新，小小啊尔，以前5块，即嘛变15块。嘛是俗啊。有啥物材料？啊，内底就是你看你要签啥盐水，啊，个豆干壳。豆腐壳嘛，啊内底有一寡，可能你爱食一寡烤仔肉，还是猪头皮。啊，其实阮内底尽量拢会介绍咱的名产，叫做鸭香，所以甲甲存起内底。啊，搁这第2道上重要，就是咱大溪旧街上有名高顶炊，全台湾拢有高顶炊。是安那咱大溪宜兰有甜的甲咸的放少伙，所以阮都拢会家做差别出来。所以咧，咱芳的哦，拢用猪油做的，下骹呢用乌糖做的。所以好食好料的吼，现场边仔都大灶，啊，咱社区妈妈都来斗指食，互大家人吼，若是介意哦，好食吼，搁继续来批判，所以希望大家人吼，紧的来咱大溪黄果山来佚佗，支持，但是看尔，即摆无法度食哦。
嘛有哦，嘛有嘛会使哦哦。其实咱这个宜兰哦，我嘛要甲大家介绍，宜兰有意大利的贡多拉。哎呦，很多我啦唔。知你知影贡多拉是啥哦？因为等下有啊！咱宜兰其实我家门前有小河，阮阿嬷旧厝头前嘛有圳沟啊，伊才有正有名的船，叫做啥物船呢？阿准，阿准，啥物啊？阿波准，阿波准，是吗？你哪知影是阿某因为我船呢？进前去迄宜兰的传统艺术中心的时阵，因那是有迄体验，就是我有看到那是阿波，嘿，伊那是有是电动的迄种电动。嘿，对，你竟然一脸疑惑，我敢若听过阿波聊，我毋捌听过阿波准。正确的答案敢是阿波准呢？是阿波准嘞！哎，是阿波啊！准哦。系啊，其实迄个船都是三班啊啦，进前贡多拉，但是贡多拉是较翘啦。嘿系啊，咱这头前都真侪船高啊，以早都用水路在送货的时阵，拢一定爱用三班啊。啊，三班啊，就是三板船嘛。啊，三板船就是你啥物功能，伊就叫做啥物船。在这个梅拖就叫做梅拖船，啊，掠鱼啊叫鱼仔船，啊，即马咧我要刮鸭叫做鸭母船。哦啊，都欢迎咱在地一寡少年人同齐来会晓学梯船。这个打卡哦，我咱都无看过。啊，这都阮其实已经加几旧厝的经营差不多12年啊。真是啊，嘿。去遐拢会使坐这个阿波准的。咋讲阿嘛？波船它伊是有固定的时间甲活动，需要大家人来看咱的粉丝专业。安尼对哦，我拄仔讲咋讲就是吼，嘿因为对我来讲啊，打卡是一个约会的所在。哎呦，哦，你拢去遐约会？无我进可攻退可守啊，安怎讲是讲，因为咱有淡薄仔开车的时间嘛，对无？嘿啊是伫遐，也是讲咱食饭啊，抬杠袂歹嘿，啊，就暗时大落来，啊是食饭抬杠还好，啊就开车登去台北啊啊。嘛才40-50分钟嘿啊，一时啊嘛，对无？呢。啊，你若是这是约会的行程，我就知影讲会使去遐约会，还会使两个人伫船顶，你一言我一语，我看到你，你看到我。安尼你佫要甲我爱着，啊，等你三个别屁这样啊！讲对啊，叫伊去甲啊做伙收水嘿，的，是无？你看这进可攻退可守。厉害啦！抑个第二个问题要问大家，咱大家有叫做一个沙头人狮的文化，有这个棍头，滚头，有这个狮头，狮头抑个一头是啥物头？哈滚头，嘿，这是这是整啊头，整啊头，啊这低头，低头啊，这菜头，菜头，这一头是什么头啊？沙头人狮，我是感觉是猪头，低头，低头哦，低头，你这低头现在钻低头，现在钻低头。你唔知低头？用这人较好人啊，哎，干嘛呢？人狮人哦，狮啊，啊你爱人啊，嘿你用菜头人是，咁样敢会看的。但是菜头唔是好菜头吗？对啊，菜头旺旺来无啊。安尼应该是迄个狮甘的啊，哎，你拄则讲这个低头，我感觉有道理，对无要人使爱较悬的，你也较悬。啊，友人呢？我嘛感啊，整觉是啊角呢？低头呢，整啊角，那想要扛拍呢？哎无，可能整啊头塌起来，会使跳起来伊这有跳动，有跳动。你爱改你的答案吗？我改一个，你改一个啊，我嘛是要低头。低头。啊，你是低头，好来，来哦，到底答案是多一个头咧？嘿，哎，低头。真正低头。啊，就以前人拢咧种田嘛，啊，种田除了就是其实伊嘛是咧练功夫、练咱马术，所以咱低头最重要的哦。啊，咱其实拢对人狮的人拢是像，你知道？就是拢种种田人。健康哦，较有力就对啦。靠了哦，就当力头较饱啦，这还好啦。你老无安尼？哦，真正不哩当呢。有当。我看一下无？你安尼你看一下好不好来，你较紧一无啦个。因为我人生头一遍看到低头本人。哎呦，看到伊本头就对啦。欢迎来农村，阮阿公定定拢嘿，摕举这个低头，一定伊讲啥物光工具拢无要紧，一定要有低头。伊讲会使挖沟啊，尾高啊，挖沟啊，嘿，啊，佫会使挖较宽迄种，嘿，嘿，啊，你若是要做菜果啊，拔头，啊，嘿，骨头甲头骨起来安尼，嘿，菜果。头呢？嘿，骨头，啊，所以举的时阵都安尼，
一定要有一个顺势，嘿，一个不势，一个曲势，所以咱音乐是安怎产生的，就是咱种田的时阵产生的。出着一个三牛歌，我较紧的咧，佢就一位三流歌真正出来。你看，你讲拄则讲迄什么野西头，拢是种田的人。对。咱即摆咱去迄个健身房有无？安尼1点钟，因是一世人。啊，有影有影。安尼有用无？真正有用。啊，透早就出门，啊做到当时，做到日头，就出门。啊，讲即嘛身体有够好啊，无得用力吼，这马术拢生去食咧。我天去宜兰打起来体验啦。好啦好啦，大家紧来来哦。谢谢进厝味进厝。加温啊！啊是讲哦，咱讲到遮吼，啊嘛，伊讲青蛙条吼，啊拄则嘛才唱着一条。嘿啊，你青蛙条是拢真正写打客吗？哎呀，其实差不多，咱的生活当中拢有，啊，也有咱这个素贵的，会食的，也有素贵的文化，也有我拄到的，譬如讲，咱来走去山顶去，其实宜兰好所在，10分钟去山顶，10分钟去海边，真正就近呢。你讲一般咱若咧写歌啦，是啥物状况的时阵会写歌？失恋啊，失恋，真的失恋对啊，啊个欢喜的时阵，欢喜恋爱的时阵嘛，对嘛，恋爱嘛，失恋嘛。拢是写有情人的歌，对啊。但是伊的情人就是打客。嘿，你想我是有时讲到一句话，感觉真水。譬如讲，风微微啊吹，我就感觉这句话我去骑脚车的时阵足水，我就唱风微微啊吹，吹去阮的面顶。嘿，啊，一条歌就完成啊。哎，吹去恁的厝府顶，无？啊，袂使，袂使。啊，只要个自由杯，对。啊，即嘛是要来唱歌就对啊。会敢若袂歹啊。是咧，有这个机会听你唱歌。来，这简单，唱歌简单。啊，其实咱嘛有笛子老师。我有长笛趴呢。长笛趴呢？你是乐团哦，女主。女主也是阿嬷乐团，拢会使安尼讲。所以你今仔乐团的乐手有来现场。啊，今仔日伊的 partner 哦嘛是一位仙女哦，来欢迎仙女平文妈妈。来欢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欢迎佳姐。真的，我记得有先开呢吼。你两位安那熟悉的？就是我带小孩的时候去参加他社区的活动活动啦，社区的活动，啊，结果咧，去到社区的时阵啊，所有社区的妈妈拢淡仔叫神女。我就是要出来选，你知无？这个人呢，遮有迄个热情吼，规个庄仔头的妈妈是无应该呢，足欢喜啊呢。所以我感觉对伊真非常的钦佩，也非常的好奇。是安尼。敢若是恁迄个庄仔头内底的名称就对啊啦。对。其实拢叫我宝贝。伊讲少年人拢无转来，你哪会要转来？我有讲，遮有真好耍啊，唱歌好所在啊。上爱唱歌，爱音乐。对。所以你是听伊唱歌了后，你才加入伊即个乐团的吗？嘛毋是呢，有一届啊吼，因为去看到伊的表演，我伫台下骹啦吼，伊甲我讲，乐团要邀请我来分品啊，吼，我听一个讲。你有听过我分品啊无？因哪会知影？你徛咧遐那啥？你有诈骗啊？边仔迄个乐团，伊的迄个另外一个 partner， 甲讲迄个吼，真够弹钢琴佮分品啊！我讲你心中有够大粒，你是有听过我分过无？我20年捌摕出来咧。就安尼。第一届去伊的乐团的时阵，然后真正分甲哩落。我袂记安怎分啊，有影。尾啊，豆豆个豆豆迄个感觉说倒转来，愈分愈有进步啦，嘿啦。是讲你咧讲的这个时间吼，我哪有闻到一个香气呢？是仙女的味吗？
敢若唔是身妇的味，不是完全是身妇，是一个阿嬷的味啦，阿嬷灶卡嘛是身妇啦，嘛是阿嬷是对，阿嬷灶卡，阿嬷甲袂杯啊啦，来啦，伫遐啦，来啦，你啥味啊？这是酸啊酒啦，酸啊酒，嘿啦，我调缸煮的时阵，拢用全部拢用米酒来落去控。哈，安尼哦，全酒哦。啊，这酸啊酒一定要甲恁介绍是啥，你知无？啥味啊？咱这组团救命料理啦，对，我吃过拄则咧吗？讲，我救命啊！啊，救命是安那？咱以早原住民哦，咱祖先来到咱这个台湾的时阵啊，啊叫原住民掠去啦。猪爸爸。啊，我这猪吧吼，啊很台哦。有。你讲这个料理是祖先来到这个台湾的时阵，啊叫这原住民掠去，啊知影讲阮祖先交煮食啦，啊祖先嘛知影讲咱这原住民重要的时间的时阵会跳舞嘛，有祭典嘛，啊就挑工吼酒甲放较济者，啊因就直直啉直直食，啊就分去啊。哦，这酒真正都重的。嘿，挑工的啊，我有挑工，因为我知影恁今日免开车嘛。无啦，你免装的啦，这一碗你安尼我哪有法度啦？你食看卖。安尼哦，我搁啉一嘴，你搁啉一嘴，你搁啉一嘴。阿嬷是调工讲吼，食肉就要食三餐，看伊就要看乱谈啦吼。对啦，这伤高啊啦！真的我讲遐高。哦，你这伤好啉啊！这足高的呢，这无淋水。我调工无淋，无其实真侪人来食，我拢有淋水讲。啊，你咪讲你这伤高，伤高哦，我在那跳舞啊，好大跳舞啊，然后那一张我放落啊。Pre drink，今仔日会使去 party 啊。哦，所以你这祖先宜兰的祖先就咧靠这个料理，靠这个料理，啊，会使嘿倒走的时阵，我调工安尼倒退路，因为伊会看迄个脚印，啊，激励阮祖先，啊，然后伊就过一个山，迄当中我们才知影讲，哦，原来伊去差不多去桃园的时阵，有去咱这个海边啊，叫原住民掠去，啊，过一条山，啊，来到咱这个打起宜兰的时阵啊，伊就讲伊要感谢这道菜，所以每一个过年拢爱食酸辣酒，啊，还有囡仔满月的时阵要哪食，煎一喙。你讲钱甲囡仔的嘴内底，互感恩感念这道菜，唔只有咱这个时势断开。真的，囡仔有无细汉的时阵，伊若妈妈吼咧煎咧啊，过来啊，过来，真好困啊，好天高啊，天光无怪练拳嘛，真高练啊。你而叫酸辣酒啦，这就酸辣吧，其他拢烧酒，真的，无别项酸辣吧，其他拢烧酒，所以叫酸辣酒。对，真的，这是真的。今仔日第一摆听到这个料理的名叫酸辣酒。伊就是咱这个油家细油仔底唯一的私传的料理。哦，去甲恁迄个农村才食会到。嘿，就是嘿，社区妈妈才食会到。伊本来真正要失传了，阮阿妈嘛变做食菜，你知道？我讲无安尼，阿妈，你去边仔讲，你出嘴。啊，我来煮，嘿，阿嬷讲好哦，这道料理，这有影搁出来，我有影有食过。哇，已经爱传落去呢。嘿，无我拢唔知咧，常常讲酸辣酒，我当作是德顺做的酒，我当作是酒。结果是料理，是料理，你面红红哦。系啊，这高啊，这高，水啊！我本来差点被坑高粱呢。好饲了足水的，但是啉了酒吼，是毋是想要来一点啊 music？想要听一歌，想要听哦，唔知你有准备？啊，这简单啦，有。来。OK 啊。1, 2, 3, go！ 回家，嘟嘟，回家，嘟嘟，回家，嘟嘟，回家，嘟嘟。哎，感谢，咱车站到，啊，要坐路车，旅客车赶紧落车哦。啊，今仔日咧，阮为大客来甲咱台北啊咯。回家，行伊着阿嬷伊着溜，哎呦蹦空来，蹦空的水伊着丢，东啊伊着阿嬷伊着溜啊伊着滴落来，哒啦啦哒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回家，伊着阿
阿妹伊就溜，哎呦蹦空来，蹦空的水伊就溜溜，当阿伊就阿妹伊就溜，我伊就滴落来。火车嘟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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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坐火车对伊啦，看山看海，我要坐火车对伊啦，看地看茶，火车行甲伊着阿妹伊着溜，哎呦蹦空来，蹦空的水伊着溜溜，当阿伊着阿妹伊着溜，我伊着滴落来。火车行甲伊着阿妹伊着溜，哎呦蹦空来，蹦空的水伊着溜溜，当阿伊着阿妹伊着溜，我伊着滴落来。火车嘟嘟，火车嘟嘟，火车嘟嘟，火车嘟嘟。感谢感谢，来大家咯，大家有好食的哦，还有咱旧家啊，他旅游哦，哎，记哩哦，唔通袂记别人的行李哦。谢谢谢谢。啊，是讲恁一般咧表演吼，恁是伫倒咧表演？哦，真侪所在，其实咱每礼拜拢有在做歌手班，所以其实咱老师有同齐来学，来唱歌、写歌，啊，搁耍乐器。啊，所以咱这个乐团也搁会使上演。系啊，所以真侪就大家人敲电话啊，无就是咱拄啊才结束的虾米活动。巡回演出，恁巡回哦，阮已经办7届啊！哇，恁巡到位？阮巡去吼，迄个台湾切一半。北台湾，北台湾，为对开始，为家人，嘿，今年为家人到咱这个南投，嘿，啊，明年就是为这个花莲瑞，到咱的婚礼。哎呦，你够用，你两个够用，对啦。咱旧年年底的时阵办这个叫做日头落山的厝尾顶音乐会，好浪漫哦。所以你讲的，你顶讲有写你这是跨年，这是过年的时阵。系调岗办12月31号的时阵。哦，大家咧看什么宴会？恁是家己伫咧厝尾顶办这个音乐会，啊几点开始？到几点？啊，咱其实是3点就开始啊。下晡3点开始。啊，日头落山是几点？你知啊？5点，差不多5点半。够水啦，因为伊唱外条歌嘛。对啊，真侪歌会唱的啊，哪唱会完啦？咱其实拢熟悉的朋友拢斗阵哦，拢直直咧，比如讲啉酒啦，啊听歌啦，啊真侪物件通开讲，啊遐旧厝搁看，啊逐个人囡仔拢嘛叫走来走去，哦就有通讲的，边仔还搁有旧山岛通看，啊边仔搁有啥？东边还有啥你知？咱这个车头安尼过，火车经过，系啊，啊海边啊都去头前，啊还搁有日头落山，啊真侪所在通看通讲，系啊，袂歹呢。你嘛当做农村安尼拢无少年，你嘛少年拢转去啊。伊讲安尼做7年啊呢，哇，对哦，够厉害哦。恁感觉今仔安尼听了，恁感觉这故事安那？感觉做兴盛的。因为伊会使转去伊的家乡做做代志，我嘛感觉讲，希望家己有一天会当转去家乡做较侪代志。所以你即摆是毋是想要退出演艺界，等于婚礼对无？上个月点阿袂，我有写册写家乡的故事。当时袂到袂讲呢，无啊，就是3年前有出啦，就是写我家乡的故事，写婚礼的故事，嘿，就是跟我妈妈之间的故事。啊，你若无爱来阮节目做导览员？啊，可能有机会呢。啥物有机会一定爱来啊！你袂做来就先去啊！所以我看到伊等于做这做代志，我做兴盛的啊。对啊，你很能够一个对咱好朋友啊！你今麦找你们老师做会等于婚礼。我听了哦，恁这个
旧厝有真的这物件会使佚佗，袂歹呢。安尼空间啊。安尼我甲你讲。 咱今仔日吼，最后咱嘛是爱评分，好不好？你若感觉今仔日伊的故事袂歹，想要去厝尾顶听伊唱歌的，咱手机啊，咱甲举，咱是一队咱甲开手电啊。啊，若无爱，你若无想要听嘛，无要紧，咱即摆咱就家己行出去，好不好？咱就直接收工，好不好？来，到底你有想要去大家听伊唱歌无？一、二、三。为着健康。 透早起坐车车落去田外散步，一步搁一步是轻松轻松，用力呼吸，烦恼都被抛在脑后。行一步再看路，眼睛来产地运动，车脚去多开，头顶看你精神真好。退一步再甩手，再放个圈向天空。谢谢老天，谢谢大家坚持。 有机生活。继续，你介绍。